想要来讲，这个北部雨是落袂停哦，宜兰的三星仓拢伫要烂掉了。讲宜兰为10月到今只有12天无落雨，因为雨水实在是太多了。这个三星仓的产量大减，仓啊拢是叫艰苦，所以三星农会最近有咧拍算，要甲这个仓啊选到雨量较少的花莲去种，希望会当来保护农民的心血。 雨落袂停，除了讲人强要臭腐，农作物嘛受到影响，特别是雨一直落的宜兰地区，10月到即马，敢若12天无落雨尔，仓啊拢烂去啊。拢死的，无营养的，我即马你拢无法度采收，真的烂得很严重，烂得很严重啊。烂去拢放伫涂骹，农友讲看到家己心血变安尼，除了乐观以外，真正无别的办法。那个冲管都倒了哈。你看。 水都太饱和了，那个葱都烂掉，这都整理过还是很不好弄，只好把葱管稍微剪掉一点，它才不会卖相那么难看。小修正一下，看会较好卖无？今年真正歹卖，甲去年同期比较起来，1公斤去年会使卖240块，昨上升的报价是降到198块。雨若阁继续落去，对来讲会阁败价，就惊讲三星的仓啊种会断种，所以讲三星农会有想一个妙计，拍算甲花莲的农改场合作，将这仓啊刷去花莲去种，等好天了再阁刷转来种，想办法特别替这三星仓啊搬厝，希望讲会使保护农业心血，互因会使迎接美好的新年。